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， 我哋一齊嚟探索塔羅牌嘅世界啊！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 再撳埋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將來嘅新片噶啦。多謝晒！大家好啊！喺我哋今集正式開始之前，想提醒大家記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啊！平時我會喺度分享每日嘅塔羅感想同心得噶，多謝你哋一直嘅支持啊！之前嗰兩集我哋講咗聖杯1，情感開始流動，打開內心；聖杯2，關係建立，互相連結。而今集我哋就繼續沿住呢條情感能量線，一齊睇下下一張牌，佢就係聖杯3 Three of Cups。呢張牌講嘅已經唔再只係你同一個人之間嘅連結，而係當情感開始擴展出去，你會感受到快樂、陪伴同埋人與人之間互相支持嘅能量。佢代表住慶祝、友情、聚會、分享，亦都係一張充滿歡樂氣氛嘅牌。當你身邊開始出現一班可以一齊笑、一齊傾、一齊支持你嘅人，你就會發現，原來情感唔一定只係愛情，真正嘅連結仲可以係一種被陪伴嘅幸福感。好，今集我哋就一齊深入探討下呢一張充滿歡樂同連結能量嘅牌，究竟代表住啲咩信息？喺呢張牌度，你又睇到啲咩呢？喺聖杯3號呢張牌上面，我哋係可以見到有幾個好重要嘅象徵。三個女人圍埋一齊舉起聖杯，大家面帶笑容，好似一齊慶祝緊啲嘢。地上有好多水果同花朵，成張牌都充滿住歡樂、交流同團體能量。首先，我哋睇下呢三個人，佢哋圍成一個圈，互相分享情感、快樂同支持。呢個畫面象徵住人與人之間嘅連結開始變得更加熱鬧，更加有互動，唔再只係兩個人之間嘅交流，而係開始融入朋友圈、群體、社交圈子。然後我哋睇下佢哋手上舉起嘅聖杯，聖杯代表情感，而三隻杯一齊碰埋就代表情感嘅分享同交流。有時候真正令人開心嘅未必係一件好大嘅事，而係有人陪你笑、陪你傾、陪你一齊經歷。至於地下嗰啲水果同花朵，就象徵住豐盛、成果同埋情感上嘅滿足感。可能係你最近終於有啲嘢開始順利，又或者你身邊開始多返支持你、理解你嘅人。聖杯3號一般係代表住慶祝、友情、聚會、情感交流。佢係一張好有人情味嘅牌，通常代表住朋友聚會、感情升溫、團隊合作愉快，有人支持你，亦都可能代表住值得慶祝嘅消息出現。同聖杯2號相比，聖杯2號係兩個人 connect 到，而聖杯3號就係開始同更多人分享快樂。呢張牌嘅信息好溫暖，人生好多快樂，其實都係來自有人可以同你一齊分享啊。好，跟住呢，等我俾個簡單嘅例子大家啦。如果占卜嗰陣時見到聖杯嘅3號牌，可以點樣解讀呢？一個最簡單嘅塔羅陣係會抽3張牌，分別代表住過去、現在同未來㗎。如果聖杯嘅3號喺過去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之前你曾經有過一段好開心、好熱鬧嘅時期，可能身邊有人陪，有朋友支持，又或者你曾經同一班人一齊分享過好多快樂同回憶。嗰段時間你唔係一個人，有人陪你笑，陪你傾，陪你經歷生活。你曾經感受過一種被陪伴嘅幸福。如果聖杯嘅3號喺現在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而家你身邊喺度慢慢出現一股輕鬆同快樂嘅能量。你可能開始同人重新建立聯繫，又或者生活入面多咗聚會、交流同歡樂。呢張牌係提醒你，有時人唔需要成日自己硬撐，適當咁同人分享、同人相處，反而會令你個心輕返好多。真正令人開心嘅，好多時都唔係件事本身，而係有人陪你一齊經歷啊。如果聖杯嘅3號喺未來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未來會有一段比較開心、熱鬧嘅時期出現。你可能會識到新朋友，參與新圈子，又或者重新感受到人與人之間嘅支持同陪伴。生活會開始多返笑聲，你嘅情緒亦都會慢慢輕鬆返。記住，快樂從來都唔一定要自己一個人完成，有人陪你分享，先會變得更加深刻㗎。希望今集幫到你更加理解到呢張聖杯嘅3號牌啊！多謝你哋今日收睇我呢條短片啊，希望你哋鍾意啦。我哋下條短片再見啦。
拜拜。